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日暗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导演杜琪峰讲是香港投资合约影响，已经将金马奖评审团的主席撕掉啊。有立委提出老农津贴要增加配合到8000外块，不过行政院也出来动，希望是对农民有帮助的规划。公投白里所人伫高雄惹出成非，无将警察放在眼内，连刑事局长也亲身落高雄管理。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台湾外交的实施。日前，台湾甲所罗门断交，真个风声讲，咱的友邦图瓦卢要甲咱的总理，甲咱较好的总理索博瓦加已经落任吗？新总理对台湾的态度，该观察。外交部也强调讲，两个国家关系稳定，会继续来深化甲合作。我伫咧合国大会面顶发言来挺台湾的友邦图瓦卢的总理索本加，最近伫国会大选当中，虽然有甲释出保掉咧，毋过却无摕到总理的威权来落台。新就任的总理纳塔诺因为对台湾的政策还阁无确定，叫外国媒体路透社点名，可能变做台湾邦交的危机。我国会密切注意后续的发展啊。目前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是稳固的。那新的总统呢，与我们的驻馆呢是保持密切的互动。但是我国政府会持续的深化与土瓦鲁各界的一个友好情谊跟合作关系。外交部指出，新就任总理甲台湾有保持密切的互动，两国感情真稳定。而且进程包括图瓦卢在内，有11个友邦向联合国来交文件，表示讲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台湾对这个代志表达感谢。啊，若是台湾甲所罗门群岛断交，重点就伫咧16日个会议。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会议当中有6个议员支持台湾，不过知影讲已经无可能怎来放弃投票离开。甲8月中比起来，有15个所个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台所邦交，结果无到1个月，都10个人转换支持中国。而且，佮包括断交前1礼拜才来台湾参访的外交部长马内涅，因为所国甲中国建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员出席众议院听证会时阵，也决定讲要重新评估2020年答应要对所国的援助。Can you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Pacific Island funding? We've had a little bit of a preview of that and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but will any funding be directed to the Solomon Islands, which has just undermined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reassessing our assistance to the Solomon Islands at this point. 那国际开发总署要评估对所国的援助，美国副总统潘斯也表达拒绝甲所国总理苏加瓦瑞伫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讨论发展合作关系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伫咧56届金马奖，也因为中国禁止中国电影来参加金马奖，连带影响到香港电影也袂当来。在今仔日就发生讲，本地要做评审团主席的香港导演杜琪峰，也受到电影投资者合约的限制，要甲评审团主席这个位来辞掉。刘德华和古天乐主演的电影《速度2》，暑假伫咧台湾开出红盘，煞无因竞争金马奖。突然，《速度行者2》、《对量2》和《过远第7号在内等4部港片，传出讲剧本已经报名金马奖，却连续放弃参赛。第56届金马奖有真侪风波，金马执委会今仔日国评出征喊单，剧本担任评审团主席的香港导演杜琪峰，以电影投资方的制作合约限制理由宣布清时。金马奖主席李安紧找台湾导演王董到3港。李安请问连阳打电话给我，说好朋友嘛，大家都做过主席啊，请我做评审主席我就做，其他我就不管了。导演王东个人和这部的电影总共摕到7座金马奖，嘛是本届终身成就奖的得主。这个杜琪峰中途请是评审团主席，王东是挺李安。不过今年金马卷入政治风波，伫咧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中国的影片和人员暂停参加金马奖了后，也影响香港各间电影公司纷纷表态无要参加。就连资本唯一公开表态要参赛的中国纪录片《少年运动》，导演嘛临时退赛。对这点，有学者认为中间政府就跟他大人冤家，煞去伤害到四周边的亲戚朋友。可能啊，是因为政治的那个因素啊，所以大陆片面的把参赛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机会就把它给断绝了。那我们也台湾的民众也就没有办法能够看到大陆的那些作品，这是一个这个真的很遗憾的那个事件。
未来台湾金马奖将持续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地的电影工作者。第56届金马奖入围名单会伫10月公布，在1月举行颁奖典礼，金马煞波折不断。中国电影今年嘛确定无任何一件作品参赛，中央人才无缘伫金马电影盛会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陈明文伫立法院议会顶头提出讲，希望增加老农津贴。民进党团也提出讲，老农津贴伫明年有机会对7556块增加到8175块。不过行政院也出面来强调讲，明年是未增加到8000块，目标是爱建立有互农民保障的规划。顶一个会期，民进党立委陈明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建议，每适当调整一届的劳动津贴，应该由依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改用经济成长率 GDP， 金额会当对7556块提悬到7969块。按过新会期，民进党农业官立委共同提出，要修正劳动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修改了后增加的幅度更较悬，一下就调悬到8175块。增加的数字大概是40亿左右，额外的一个支持津贴，希望都是由中央来负担，不要中央这个请客地方买单。这个版本原本要将劳动津贴的基底7000块提高，改用劳保计算方式，以月薪2万2，乘以给付率1.55，搁乘以平均年资93档，会当达到7800块。最后搁乘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津贴会当突破8000块。民进党立委强调，这是为农民请命，绝对不是买票。基本上跟什么选举完全没有关系。难道选前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选前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跟选举有关，这是不对的一个概念哦。为什么过去将近4年，民进党不做？离选举不到120天，又拿老农津贴这个议题要骗农民，要骗选票。行政院发言人柯拉斯是讲无支持家己立委的提案，强调行政院会继续推出长远稳定的制度，像讲进前推动的农民保险、农民职灾保险，以及长咧规划的农民退休制度，并不会有明年会加码到8000元这样的状况。这并不代表行政院不重视农民，更加具体、有效、快速的作为。农业官立委徛几排，团结支持推动更较大幅度增加福利，但是行政院是坚持维持定好的调幅，搭配相关的制度。对这点提案的立委陈明文有关强调，提悬津贴才会当照顾老农、夫妻青农。民进党团除了提出修法，嘛呼吁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保险，若是搁再加上劳动津贴，一个月有可能领超过1万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选举，国民党方逼出一份要甲总统蔡英文抹黑的计划，主要是要攻击蔡英文的论文议题。蔡英文也回应讲，家己学位甲论文是真的，也无法度来造假。另外，前副总统李秀莲也来指控讲，这个要指控就要提出证据，也呼吁蔡英文要甲朴素的证书提出来证明。被委员员有造一个大声话，爱总统叫陆星疗养院。蔡总统19号出席不动产中介全国联合会金钟奖颁奖典礼，有4位民众激动电情，随后拢被救走。乐生的事情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了嘛，哈。那很多的议题也都相关的议题也经过很多的讨论，我相信后续我们相关的部会做妥适的处理。接近大选，那流浪的备战传出国民党有乌鹰计划要主攻蔡文论文证据，也有学者请台勘察蔡文博士论文，提出极细问题，甲无主客观签名等质疑，连带导致总统联署的前副总统卢秀莲也连2天检举蔡文博士学位，要求讲清楚。要指控他了必须拿出很好的证据。你就把博士证书的毕业这个学位证书拿出来给大家看，那就解决问题了啊。学位是真的假不了啊，有学位就是一定有论文啊，所以这个也假不了。这当然不是我定的，不会是吧？蔡文不知论文证据提升，连党内总统初选设定也被台北市长官提一期无正当性。决定是当时民进党中执会的共识决，那是以当时的政治的情势做最好的判断。在这个中选会这个结束这个
联署登记的那前后的这段时间，柯文哲市长也出现了。另外，郭台铭无被选卢秀莲独立参选，即马佫传出郭昌培传闻讲平常心要按照家己步调规划选战，尽全力团结力量，目标胜选。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宣布讲无要参选2020年的总统，拍乱着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布局，也因为民众党立委布局，即马是变作是无家母带家仔囝的状况，所有风声讲时代力量有意推动郭昌培。郭文哲讲听到这个消息，使人真惊吓，不过也无将话来讲死。在另外，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讲伊是无这个意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无要参选2020，打乱台北市长郭文哲布局。今晚时代力量讲，要研究总统候选人提名办法，下算先考虑定召立委黄国昌，甚至传出可能甲民众党合作，风声可能会郭昌培。柯昌培，哇，每天都有这种惊悚的消息。那你的意愿如何？再讲吧。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没有意愿，这也不在我的待办事项当中。那我个人的立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两岸一家亲。郭文哲部长为公司，不过黄国昌无意愿，和两党的合作留着想象空间。在郭台铭无被选了后，民进党立委布局陷入无家母带家囝的困境，也佫传出有想要选人丢毒，是不是要继续选？郭郭安怎合作也无定案，让郭文哲真焦虑。当时是跟他讲说，你先休息一下，这个做这么大决策先休息2天再来，再等他休息好了，心情平静再处理。母鸡跑掉了，现在找个模样。阿某伫倒位，郭文哲无明讲，只是升职期，若立总统初选，因为家己无选，应该停办。按国民进党主席倒用台只回呛，正当性毋是由郭文哲决定，郭文哲也无客气，佫算转去。来，我们这要闽南话回答，讲赢钱走脚就好噻，莫个赢钱佫要赢话。民进党目标肯定明年国会立委席次，不过提名人选迟迟无公布，即我是不是公布区域立委人选，郭文哲台面上保密，台面下是真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也做了国情直播，提出全民长照保险。未来若准是由国民、头家、政府这三方拢负担一个便当钱的保费，就会使互国家有1000多亿预算来照顾需要长照民众。另外，韩国瑜也背回讲，伊是利用休困的时间伫咧走行程的。插竞选机啊，也有规面壁看板，打翻也来卖国旗商品，这毋是竞选造势场合，是高雄凤山区公所门口口。市长韩国瑜已经进行2礼拜外市政清洁行程，愈来愈多人到场收听。谢谢啊，谢谢，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因为是市政的面对面。有人各位台北来送花，韩国如过去几日包呼吁，唔通违反行政中立。不过大家也是真热情，带是参选总统，互伊市政甲参选行程特别分别清。不过伊也是真努力，经手上班时间无被讲国政，每礼拜利用1摆中昼休困时间开直播讲政见。这礼拜提出要规划全民负责便当的钱，建立长照保险。医疗要调整为保险制度，由当事人、业主以及政府3方面，1个月大概1个便当加1个卤蛋等等，我们来自己的钱，将来自己65岁以上自己来用。韩国瑜也佫批评，目前长照2点控制员外扣分管价未参税，收入无稳定，照顾涵盖率也只有41%。需要的费用大概是800亿左右，逐年成长，大概预估到1000出头的时候，会把涵盖度做得非常非常完整。韩国瑜团队强调，长照2点控编列每年预算差不多300多亿，只要透过保险将资源提升到1000亿，照顾应提升到100%。不过，一个便当的钱到底是偌济？团队还未提出明确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最近是无啥平静，对于17暗时到今仔日透早，小连续有几多间店放喊，甚至放开枪，也有警察到了现场要来查，有几多个西摩大角的甲警察呛声，甚至开车弄店家的铁门。高雄警方也认为讲，这是2间做直播业者引起的纠纷，也因为小连续乱吵吵几多日，警政署是无法度忍受。
除了刑事局长南下管理以外，在明仔载内政部长徐国勇也会亲身落难。警察车排规排边啊，阁有停车检查牌啊，毋过4块位啊，一直有人大声喝休。过无偌久，白色的车冲去往高雄一个直播业者伫咧高山区的仓库大门。有干什么？走过来！全部架开哦，全部架开！看到现场乱糟糟，警方对天顶开一枪，甲一个人带转去侦讯。这件代志发生伫19半暝2点外，毋过过3点钟，中庭区一间宠物店阁去互毋知啥物人来开5枪。高雄市警察局表示，是2间直播的业者因为纠纷所引起的冲突，已经查到25个人到案。毋过嘛强调讲个案无代表讲治安问题，而且阁提出数据显示今年度刑事案件破案率比去年同期增加2%以上。毋过从17开始，少年3天的代志嘛，互警政署无遐多忍受，派刑事局长落难定点。眼前最重要，当然要将这些知识的分子要绳之以法，让当事人或者。除了刑事局长以外，内政部19下晡阁派处长去高雄，9月20部长徐国勇嘛亲身落难。我讲重中之重的时候，那他还不高兴。那现在我要请我们的高雄市长，我们现在总统候选人，我们韩市长要了解，因为你是总统候选人，高雄的维安是非常重要。徐国勇讲，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是总统参选人。高雄市的治安当然嘛是真要紧，一定会要求警方赶紧破案。若是去互点名的韩国瑜嘛强调讲，家己对暴力无遐多忍受。但是，有这款情形佫出现，放调讲有可能连警察局的分局长拢甲伊换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真侪人拢爱去泰国佚佗，不过泰国小隔壁的国家缅甸、辽国、柬埔寨拢出现非洲猪瘟，泰国敢会着清理？泰国的农业部也表示讲，伫泰北有2只猪出现状况，因也会谨慎来处理，已经将200多只的猪装台死。不过检查这个非洲猪瘟要2礼拜时间，也请各位民众要较注意咧。伫咧泰国北部的清莱出现2只毋知啥物原因死去的猪，清莱离已经是非洲猪瘟疫区的缅甸，敢若20公里。政府为着谨慎，10宣布采取预防措施，已经甲1公里以内总共200多只猪全部抬死。จังหวัดเชียงรายสั่งคุมเข้มพื้นที่เสี่ยงหลังพบการระบาดของโรคอหิวาแอฟริกาในอำเภอแม่จันทร์ค่ะโดยห้ามเคลื่อนย้ายหมูออกนอกพื้นที่โดยเด็ดขาดตลอด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ควบคุม6 เดือนค่ะ第一批毋知啥物原因死去的猪的血样本已经伫16送去实验室，毋过东南亚国家确诊的时间较长，前一阵仔确诊的菲律宾用3礼拜时间，因为该送去英国，即个泰国嘛是按2礼拜，无像17发现死亡病例南韩，无到24点钟就确诊。若是发生伫台湾，农委会表示，检验的报告嘛会当伫24点钟以内出来，因为确诊的时间若是拖愈长，就会去影响到国内防疫的部分。如果像菲律宾的话呢，他自己国内也没有尽力整个诊断系统，所以它延宕的时间就非常久。那这样一延宕以后呢，整个疫情的控制就更加不利了。南韩无到1天的时间就确诊，而且嘛伫咧确诊的时阵，遂宣布全国禁止运猪甲抬猪。虽然讲毋知影成果是啥款，毋过甲其他无法度量早确定的国家比起来，可以当伫第一时间来全面阻挡病毒传出去。目前亚洲地区若是泰国嘛已经变做疫区，扣掉无食猪肉也是饲猪真少的印尼、马来西亚等等的国家，东亚地区敢若剩台湾甲日本毋是疫区，说落来会更较歹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新竹的清华大学材料系学生伫咧顶礼拜举办活动了后，去参加囡仔煞有4成去染着风寒，其中有38个人确定讲去得着 A 型流感。校方也伫咧昨宣布1年2年先来停课，要进行大消毒。不少学生出入教室拢挂水暗，都惊互流感的病毒围着。伫新竹市的各地清华大学，前几天就传出有几大名新生出现类流感的症状。主要有症状的是大1跟大2，像我自己是大4，所以就那每个年级的接触不会到很多。校方表示，材料系学生伫顶礼拜中秋连假期间举办迎新宿营活动，总共150个人参与。这3天拢无人讲身体无爽快，但是到17早起，都陆续传出几大名新生确诊患着 A 型流感，所以学校启动应对措施。对拜3、18开始，大学1年、2年人数较济，必修课停课5天进行消毒。累计这波流感群组，总共57个人身体无爽快，其中有38个人确诊 A 型流感。
整个环境的话，我们就去准备了那个漂白水，还有消毒水，包括在宿舍还有反射，加强去清洁。全人流感疫情继续升温，根据疾管署监测，顶礼拜国内日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次有8万外人次，比前一礼拜升高3.3%。社区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为主，校园流感群聚嘛比前一礼拜升高总共30件。总共有30起的校园群聚哈，从这个幼儿园到大专哈，各级学校都有出现一些群聚的一个状况，那也是 A 型流感为主。疾管署表示，目前流感确诊的个案拢是轻症，有估今年热人流感的疫情要到10月中才会放慢，所以提醒民众，若是出现发烧，也是流感症状的时阵，爱伫厝里休困，并且培养接洗手、挂水暗的习惯，才会当降低互人患着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间私立的高职发生霸凌案件，有一名特殊教育学生，介绍有同学甲伊颔棍仔电条，无就是甲抱起来摔，而且真侪学生囡仔甘愿伫边仔录影，也无人要来甲阻止。虽然校方有讲开始伫咧辅导这些学生囡仔，不过家长也坚持讲要来提告。弯腰行礼，高雄这间私立高职学校的副校长对学校内面有学生互人霸凌，甲外界回失礼。后来一名高二的特教生18岁起，敢若因为伫咧课堂顶悬不断发言，影响上课，佮和同学因为代替买物件去冤家，同学伫咧教室甲便所甲伊递颔棍仔，佮摸起来摔，影片互真侪人团去面册，但是都无看到有其他的人出来阻挡。他一个东西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跟一般同学的话，他可能会无法拿捏这个状况。那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嘛，跟他相处要有一些更大的宽容跟包容。但是小孩子年轻啊，有时候那一种忍受的程度，还有对情绪的控制，坦白讲，有时候没办法像我们大人这么样的平稳啊。校方讲，这个同学平常时伫咧班上和同学互动就较含慢，学校自本就长期咧关心，也提供医疗介入等等特殊的需求，佫会提醒班导师爱加注意囡仔。想要到嘛是出现霸凌的情形，目前已经开始调查，嘛对18事件发生了后，就启动相关的辅导机制。因为我们颈椎在这种过度大力或者是不正常的外力撞击之下，就有可能会导致颈椎的挫伤或者神经的一些拉扯的一些伤害。面对这件霸凌事件，学校强调讲会赶紧查明真相，不过医师提醒，参像这种颠倒头摔的动作真危险，属于身体无自然的行为。不管是啥物情形，拢爱避免。若无严重，才有可能造成司机袂顶袂动，甚至讲无法度喘气。记者综合报道。本地伫台中真青夜的火扑结束了后，所发生暴力维修的情形。昨暗伫后里园区有一面壁，规个柴房仔是翘卡起来，险要撼到骑奥多摆经过人。当地居民也讲，早就变做是危险建筑咯，爱请市政府赶紧来处理。工地人员伫现场，竟然将送去的木板挑落来，另外一头骨伫进行加固的工程。这是台中花博后里3年园区的发现馆，18号因为强风伫吹，道边一个木板落去，还佫险捡到路过的起司。我伫内底听变叫，啥物是讲啥，嘛啥物落来是人咧贴货。我是讲人咧贴货，我出来看，个毋是个是物件落落来。虽然工作人员佫伫现场来回检视外墙，还佫伫外口围起安全范围，不过外墙还是有真侪木板，看起来要落。附近居民表示，因为强风伫吹一下，附近进出拢真烦恼，就惊讲佫发生意外。万一你若讲配到头壳，还是啥物你危险？人车若抵押过，还是人客来抵押过啊吼，人伤着要安怎？后里3年园区的发现馆，伫台中花博的时阵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场馆，而伫花博结束了后，就一直放掉的。如今险发生伤人的意外，台中市府表示，后里3年园区的发现馆甲探索馆，当初就是以临时性的场馆来做规划，现在已经发包要来紧的拆除。我们月底会发包哈，那10月底之前会完整拆除。那发生因为昨天风比较大，那有吹到这情形发生以后呢，已经在全面做检视哦。那如果有这个受托疑虑的，我们就全部把它拆除下来。但就是新港处长表示，预算伫10月底拆除完毕，下面佫再因为风势造成伤人意外，嘛要求厂商先来进行外墙的加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为了要声援香港反送中，台湾真济大学伫咧开学了后，拢出现连农墙。毋但伫中俄大学学校发现讲这面墙防破坏，另外伫南部的二手大学，有一名中国学生不满香港学生伫宿舍的房间门口打满反送中的字条，毋但共拆掉，佫共车咧。香港加油五大诉求一项拢被当少，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被动一楼，这边由香港留学生 Jackson 申请的连农墙，拜二才经过学校核准设立，无到一天已经打满字条。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嘛，我们就是能做一些事情就。18日早，做动物发现连农墙半面被恶意破坏，文宣甲大纸被拆掉。学校确认是6名学生所做，19早起安排其中1名学生向发起人道歉，并顶官要道歉声明。学校是一个包容的地方啦，第一次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再出现破坏的情况，我不会再接受这种情况再发生。我这个都不确定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没有表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只说他是破坏的。学校以告诉法甲文书为理由，不愿意证明是不是大陆学生，只强调多进行机会教育，就亲像标顶官也无支持的意见。学生爱微晓互相尊重。伫南部二手大学中秋连假时传出1名大陆学生抓到香港学生，搭伫寝室外口的反送中诉求大纸，动手拍人纠纷。双方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讲法。那陆生那边是他表示没有。那这个港生那边是表示有感受到有把手放在他的脖子上面，有这样的动作。二手指出，当数学生18暗时伫派出所完成和解，按照校规处理，并且辅导开学了后，在台求学的香港学生甲大陆学生登记甲学校，不过反送中继续，拢有家己情绪甲立场。大学方面只呼吁学生理性讨论，言行唔通伤过激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后真。咱接落来要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问题。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甲歌手何韵诗等人，18即天也前往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表态支持，邀请两党的议员做伙来召开记者会，说明讲国会伫后礼拜会来审议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Much more must be done to fully realize 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guaranteed order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支持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佢邀请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有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常委罗冠聪、歌手何韵诗等人共同开记者会。The people of Hong Kong deserve the future of justice and autonomy and freedom from fear that they were promised in the Basic Law and for which they have long been courageously fighting. The pro-Beijing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must ensure a political system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Under the uprising China model and the hardline suppression of President Xi to Hong Kong, Hong Kongers never walk alone in the front line to confront hardline dictatorship. 佩洛西也表示，确实因为商业利益，而超过政策甲人权，那未来会失去道义权规。黄之锋对美国华东派支持表达感谢，也讲香港人会继续奋斗。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芬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应该在法案未通过之前，佮检视市民提出的诉求。伊佮讲，反送中期间，港警对民众使用暴力，对有女性被警方报告超新丁状况要求刑事调查。首先呢，係有一個表格需要填嘅。咁呢啲等等嘅副本嘅資料咧，都問警方攞。而第三咧，警方就唔好似耍我哋議員咁樣咧，就將件事咧就掉去呢一個 cap 簿。總言之咧，就一定要作刑事調查。面对抗爭未當散場，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按算下禮拜四喺灣仔舉行第一場社區對話，決定會公開進行。報名內容港府也係最近2天之內公布。一場對話100到200人，確實人傷過濟會抽籤分配。記者綜合報道。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第18宣布要調降基準利率，對2%要調做1.75%。雖然19即天亞太股市受到鼓勵來平衡，不過美國股市卻來翻烏。
分析师认为讲，联准会调降利率是低过市场的期待，也造成股市卖压力。Today, we decided to lower interest rates. We took this step to help keep the U.S. economy strong in the face of some notable developments and to provide insurance against ongoing risks. 鲍尔虽然无讲明伊讲的风险是啥物，不过分析师认为伊讲的就是美中贸易战造成全球经济成长变慢。这个川普政府的看法看起来是真无共。川普认为成长变慢是因为联准会降息伤慢，调降的幅度伤细，而且就伫咧鲍尔召开记者会了无偌久，川普虽发表文章批评鲍尔甲联准会无担当，不过鲍尔认为美国的经济表现是无偌歹，小幅降息敢若是对边仔合作的效果。The U.S. economy has continued to perform well. We are into the 11th year of this economic expansion, and the baseline outlook remains favorable. We don't see a recession. We're not forecasting a recession, but we are adjusting monetary policy in a more accommodative direction to try to support what is, in fact, a favorable outlook. 照理论来讲，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调降利率，引导市场利率走低，有刺激股市的效果。不过联准会宣布降息了后，除了9月19日亚太股市转红，9月18日美国股市却表现甲真普通。As it cut 25, and the potential was that someone might look for 50, but and given the future outlook that they might not have any rate cuts going forward or in December, kind of help the sell-off in equity market. 分析师指出，美国的利率已经长期伫咧增加所在，这个降息只不过是2008年12月份以后的第一届。去年这个时阵，联储会佮小幅度调悬利率，另外美中贸易战造成全球经济成长变慢，这届这种无得无失的降息会当有偌济效果？分析师是用一个真怀疑的态度来看。记者综合报道。在8年外，日本发生311核灾，害了真侪人是有路无厝。有3名东京电力公司的前高层，也奉用业务过失致死罪来甲起诉。东京地方法院伫19做出一审的判决，宣判这3个人无罪。不过，这项判决也引起这个灾民非常不满。前日披露，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正前社长盛宇恒久甲副社长有黑一郎、有荣腾3个人，前后入禀东京地方法院，等待宣布判决。2012年3月，地震引发海啸，造成福岛核一厂发生重大核灾。对于3个人是毋是爱对福岛核灾负起刑事责任，东京地检署过去主张是莫起诉，说服检察审查会议2届推翻决定。在2016年2月，用涉嫌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的罪名，强制对因3个人提起告诉，求处5年的有期徒刑。今日の判決で東京地方裁判所の長渕健一裁判長は3人全員に無罪を言い渡しました。因为核灾的事后调查发现，经营核电厂的东电进前的高层，捌在地震发生进前3天，就知影内部官员捌评估过可能会有超过15公尺的海啸，冲击到福岛核电厂所产生的危机。兼过这3位进前的高层，却拢无采取对抗海啸的对策，造成6个核子反应炉内底有3个炉心油气，和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これについて判決は会議で報告したのではなく、資料を配布しただけで了承されたと本人が推測している可能性が拭えず、信用性に疑いがある。东京地院认为，这无代表被告的3人就是已经了解国家地震政策内底针对海啸政策的长期评估状况。另外，针对2002年日本国家地震调查研究所公布的地震预测资料，判决书嘛指出，资料内底讲的太平洋任何一个所在都有可能会发生大海啸的这句话，正派认定是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一定会有大海啸发生，所以判3个人无罪。只是这款的结果，嘛，互旁听的民众开始嬉戏叫，讲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吧，显示出民众对判决的不满。记者陈世龙报道。阿根廷现任的总统马克瑞伫8月时阵初选失败，选完的过程中批数换美金的汇率也重破25%，也是2001年金融风暴以来上界大的危机。虽然讲政府有出手相救，不过钱是一直保起，物价直直起，连基本的民生用品拢买袂起。
大批民众对顶礼拜开始，就集合伫咧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外口，要求通过参议员提出的紧急粮食法案。伫咧舆论的压力之下，国会18顺利通过，会追加50%的预算，解决粮食危机。No nos cabe duda de la necesidad del tratamiento de este proyecto, porque la pobreza lamentablemente en nuestro país se ha incrementado. De hecho, en el 2015 el número de pobres era de un 30%, en el 2018 es del 33,6%. 阿根廷政府规定的产者线标准是1914个人，每个月收入价过阿根廷19601披索，差不多1万块台票。阿根廷全国人口差不多4500万人，去年产者人的比例就达到33.6%，也就是讲将近1500万人生活伫咧产者线以下。阿根廷现任总统右派政治精英马克里伫咧8月11举行的初选投票当中惨败，总统大位有可能伫10月举办的大选，和反对党费南德兹取代。出来，隔顿讲12，阿根廷披索兑换美金的汇率涨变差不多25%，致使阿根廷面临自2001年金融风暴以来上大的危机。虽然马克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取消基本食品消费税，但是食品的价格直直起，大部分的民众连牛奶都买袂起。有餐厅的头家不忍心囡仔要不到，免费提供这些物件给因。Vienen, golpean a pedir una leche en polvo, porque leche no le pueden comprar, un yogur, olvídate. 阿根廷2018年和日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过去12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4.5%。马克里为着要稳定汇率，和国际货币基金达成一项583亿美金的纾困贷款协议，并且宣布实施准入政策，引起人民的反弹，不断发起示威抗议。这个月初5，由教师团体领导的罢工游行，传出讲有2名老师意外死亡。有示威的民众表示政府爱负责任，18去政府机关门口放火。照目前的情形来看，阿根廷根本无法度还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马克里推出的紧急措施有可能嘛无法度救火，连进之路恐惊会更加辛苦。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第40届大会后礼拜会伫加拿大总部要来举行，不过台湾也是无受到邀请，原因就是中国伫咧打压台湾。不过咱的外交部甲交通部也组成官方代表团，会到当地进行交流，希望众人会当看到台湾飞行的专业，会当看到台湾对国际贡献。2013年台湾以特别贵宾身份参加 ICAO 大会了后，2016甲今年拢无得到邀请。外交部甲交通部共同开记者会表示，今年有缘的组团到 ICAO 大会召开的加拿大蒙特罗，因为无邀请配备当一场，会以举办外交酒会方式，甲其他国家交流。针对于友邦或者是重要的伙伴国家啊，能够针对于重点的议题，彼此间专业的议题的部分呢，做一些交流，这是双边的部分。那当然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想要参与 ICAO 的诉求。外交部强调，因为 ICAO 2位核心干部拢是中国籍，早就知影这摆受邀请机会无大。按过交通部民航局，议员伫8月底和理事会主席正式表达希望受邀请出席议员，只是议员无受到邀请。这摆台湾代表团也伫大会召开期间，透过会面机会，向友邦甲友好国家争取支持台湾入会。台北飞航情报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区，每一年大概有175万航次，主管机关它更应该有直接获取 ICAO 的相关规范，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些规定，来确保全球人员或运送的安全。这摆会将代表团定调为行动团，会伫20日到蒙特罗伫当地停留1礼拜。交通部表示，台湾要伫11月举办2019世界飞安局峰会，到时阵差不多有50个国家参加，显示台湾飞安专业有国际水准。希望 ICAO 大会能看到台湾飞行专业对国际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台湾人伫中国的安全。邦寮的行政顾问李明基去互中国抓起来。中国也无要来插海基会，不过根据海基会统计，自2016年民进党执政到今所受理的149件台湾人伫中国失踪的案件，其中有67件是无消无息。陆委会今仔日也表示讲，牵涉到国家安全是较少的。
屏东县邦寮乡口本地名机8月中入境中国4年，处理人有够着急。中国国台办煞伫9月11才证实，伊因为国安的因素被查办，但是无要讲关于地点等等的细节。想要到顶礼拜又搁标出学者蔡金秋伫咧去年7月去中国交流，到即马拢失去联络，引起国人的重视。因为两岸关系无好，海基会联络过几届，但是中国完全无回应。希望能够继续的透过这样子一个管道，正式的官方授权的管道，来直接跟陆方来做交涉。那么也希望，那么陆方能够这个秉持着当初这个共打协议的一个精神，那给予我方必要的资讯。根据统计，自2016年5月20到今年9月17，海基会总共受理149件个人伫咧中国失联的订正案，其中67件到即阵无法度得到具体的消息。陆委会表示，失联的原因包括意外蒙古、经商失败等等，牵涉到国安政治因素，佫是少数。失联的这个澄清案件那么了解是因为这个大陆幅员广大，可能涉及到在大陆的意外亡故、债务纠纷、经商失败、个人感情的因素、家人失和。台湾这个所谓的失踪是有人报案，他才有记录说你失踪嘛，才有的，多半跟家里都不联系了啊，因为没有面子嘛。不，海基会是有人报案，是吧？对，我有一个什么朋友，我的儿子，我什么那才有这个数字嘛，所以没有报案那个数字更大嘛。国卫办强调，海基会统计的数字只是伫咧中国失踪的台湾人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因为做生意失败变成所谓台流的人更加侪。伊嘛强调，中国目前对台湾的态度就是已读不回，个人若是讲无必要，上好是较莫去中国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在今仔日召开监理事会议，宣布利率维持在1.375%，另外也调整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2.4%，以及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到2.34%。虽然美国联准会、欧洲央行和部分亚太央行分别宣布降息，但是中央银行下晡召开理监事会议了后，嘛是决议利率无要做调整，中大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1.375%、1.75%和3.625%。这嘛是伫咧2016年9月以来，虽然刷13季利率维持不变。那明年2年的全球的景气呢会降温，贸易成长会下滑。那主要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呢，立场都是趋于宽松。我们能够实施这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话呢，货币政策信用管道呢一定会强化的。另外，美中贸易冲突继续，中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继续升悬，再加上英国脱欧的纷争，造成全球的经贸情势有无确定的因素。央行对去年第4季开始，连续3届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但是因为今年顶半年出口和投资拢比预期更加好，包括台经院和主计总处都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来到2.12%、2.46%。中央银行嘛对它上修到2.4%，央行嘛有估明年经济成长率会当维持2.34%。我们做了2.34的一个预测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明年政府的消费这个部分呢会成长的大，那另外呢是因为我们的存货调整这个部分呢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也会大。杨金龙强调，明年成长动力嘛是以内需为主，若是台商会当继续返来台湾投资，会当改善企业寄上侪钱伫银行的问题，对改善台湾经济无咧振动的问题，嘛会当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坐车看风景，不过要10年无起价公路客运，确定要来起价咯。目前是由交通部决定要先来补这个坑，所以暂时未来起价。另外，伫昨宣布讲10月开始要取消敬老票的一通客运，云林县政府也去协调所以暂时无要来取消。云林一通客运拜三宣布，因为各种成本起，10月份开始取消敬老票。结果县政府出面参详，答应协助业者向中央争取特别补助，业者同意11月份进前未取消。我们达成协议，希望就是说再延长1个月11月1号以后，如果我们中央还没有办法来协助我们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去讲什么了。
其实因为基本工资甲油价起等等的成本增加，公路客运业者近日就提出延均18项成本的检讨案，申请起核定运价。交通部伫咧8月底核定调起案，运价起17.17%。照应过的业者会照运价来调整票价，毋过交通部第一届采取补贴运价方式，互票价暂时袂起。那这一部分是这样算哈，大概我们如果这样调整过之后，大概1年需要再多出3.48亿的经费的一个预算。那未来直到什么时候，我想我们还会再检讨。公路总局表示，依法运价每2年会当检讨一届，到民国99年了就毋捌起过。这届考虑到业者经营困难，核定起价，毋过嘛考虑到客运的使用族群是较弱势，才会决定要补贴。客运的业者回应讲，真欢喜看到政府出手来减轻业者还有民众的压力。毋过长期来讲，嘛是要检讨票价。比起先进的国家，我们算是偏低的。廉价的公共运输时代已经过去了。那随着社会的进化，希望大家社会大众都能够认知到，要享受安全、便利、舒适的公共运输服务，适度的付出代价。业者认为，彻底检讨票价结果，互公路客运的票价合理，在合理的薪水以下，会当请更较侪人才入来客运业，解决卡手无够过劳的问题，嘛当提高客运的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人伫国内旅游的人次是愈来愈少，连续2年拢是负成长。政府也未少旅游的补助，所以有真侪民众认为讲，国内饭店是真贵，不如买俗价机票出国去耍会较会好。高雄基顶渡船是国内旅游常常看到真情的景点，毋过伫今年中秋连假时阵，却无看到真侪人。虽然讲想要刺激国内旅游，关国局杀秋冬旅游补助，毋过最近这几年国内旅游的旅次降价，连续2年拢是倒减的状况。所以嘛，因为安尼影响到整体国内的总费用降价250亿。中秋连假我出国我觉得比较有省一点点。如果说一样的价格的话，我会多贴一点点钱出国玩，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啦。台湾其实也不错，我要讲一下，但是因为怕连假的时候大家都挤在那里。出国其实跟台湾旅游来讲的话，其实价钱没有差到很多，对，所以说会想要往外跑。根据观光局的统计，2018年国内旅游上主要拢是以高一天为主，每一个人一届旅游是开平均2200块。虽然讲甲英国差不多，毋过因为总旅游的旅次1.7亿，比前年减少6.7%，国内旅游总费用嘛拄4000亿，降到3769亿，而且国外旅游的人数颠倒成长6.3%。真侪民众甲旅游业者指出，国内饭店收贵，抽到廉价机票较俗。各式工商行业呢，办理的状况呢，几乎都是预算跟消费非常的紧缩，有些呢，有办过3天、2天过夜的，现在都只办1天，探究起因是因为呢，没有这个未来的订单。寒人是国内旅游的大国，国内团体旅游大部分拢是靠公司的员工旅游。毋过旅行业者讲，真侪大公司减旅游的工数。宜兰真有名的温泉饭店，即马佫看袂到11月份甲12月份的订单。就算讲政府积极伫补助救观光，毋过业者讲受到中国旅客限速甲景气的关系，看到今年寒人国内旅游可能会落甲剩6成。记者综合报道。南美国桃园队在今仔日透早，甲乐天集团的代表做伙举行记者会，宣布将股权100%卖予乐天集团。总经理高介廷也表示讲，乐天答应会继续伫桃园来经营，不过新的队名也阁爱讨论。我们母集团蓝绿企业已经在日前与乐天公司达成协议，那将把我们的球队公司的股权100%来转卖给乐天公司。那美国的总经理刘介廷亲嘴证实，球队会卖出100%的股权予日商乐天集团。在中职16年摕到6届总冠军，真受欢迎的南美国，明年就改换日商乐天来經營。ラミーゴが台湾プロ野球でこれまで培ってきたものを尊重しつつ、我々が日本のプロ野球チームであります東北楽天イーグルスで得た経験を生かして台湾プロ野球のさらなる発展に貢献し、ファンの皆様に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邁進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乐天集团答应接手了后，继续留伫桃园，原本的队员嘛无受到影响，佮加上已经伫台湾11档，电商行销嘛真厉害，最近佮摕到网络银行的执照。中职会长吴志勇讲，南美国准备予乐天集团，无论是伫台湾的职棒，还是世界棒球，拢是真重要的日子。
有的是卖球队，有的是卖球员，有的是卖股权，有的是卖打球的权利。这个都不一样，没有一次一样，所以很难去规范。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是用一个要经过其他全体同意。因为中职要新增加球队才会当有外资的规定，若是转卖经过其他球队同意就会使。吴志勇会带乐天进行拜访甲说明，若是乐天表示，各地讨论新的队名，毋过确定袂是南美国。台湾队伫今年总冠军赛了后举办个比赛，要好好来甲球迷相识。记者综合报道。收起来买20年的台南关庙中央戏院，由原是保存家真完整，地方社团也想要争取来修复，嘛毋过因为这个产权的问题，到今是也无法度处理。戏院的外表看起来亲像无人在整理，但是行入去戏院内底，同款会当看到茶椅啊、舞台、加风雅机这寡旧物件。关庙中央戏院是1966年成立的，原本是天路的放映场所，但是后尾原本的地点改起大楼，除了规划室内空间，嘛结合商场，要互更较侪人想要来。不过时代进步，老戏院落车，戏院嘛伫30年前关门啊。在地人若是想到老戏院，同款嘛是真怀念。阮囡仔就是大家排队，像囡仔就是规团出来才看。我回忆这放的足侪人，我想阮这嘛拢50档的感情伫遐。戏院放远遐侪年，实在是真拍算。在地青年开始有修复的想法，发起人柯志伟讲，伊先申请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趁中央戏院改建高达拄好50年的时阵，伫戏院外口放关庙的短影片，嘛会放经典的黑白电影，邀请乡亲做伙来回忆一般人古早味的故乐。今年的计划就是想说收集一些老照片，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基础的祈祷访问。好，那可以在中央戏院创立建立的50周年的这个时候，帮大家做一点回忆的美丽时刻，这样。用活动甲乡亲的记忆拢找回来，搁一步一步，互大家加入修复老戏院的活动。这个想法虽然真好，但是现实却毋是安尼。关庙区公所调查，包括土地甲建筑物等等，有产权的超过30个人，要得到所有的人的共识，恐惊是真困难。伊的产权拢总有30几个人，地上有空地下的所有权又搁无共人，所以产权很复杂。我嘛尽量来努力。对这件代志，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因真欢喜看到在地青年主动站出来调查建物的历史，因嘛支持老戏院会当规划做艺文展演空间。不过目前因为私人的产权问题，若是未来会当处理好清楚，文化局嘛协助公所支持在地团体，让老戏院更较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921大地震到今也已经过20年啊！日前南投国姓也特别感谢。遮来甲因斗3工，也举办了感恩的活动。其中因上界感动的，就是各界和在地的11间学校拢重新起好啊。今年是921大地震20周年。1999年，南投国姓乡11间学校因为地震全倒，好在有社会各界的斗3工，全部重建完成。之前国姓乡办感恩活动，特别来感谢社会各界的帮赞。由于你们呢伸出援手，让我们在国姓乡这个客家的一个乡镇，真正彻底的发挥了应景的精神。那重建完之后，我也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我们国姓的教育工作者。所以这个爱心的团体是那一年一个很动人的篇章，不要忘记那一年的地震，不要忘记那一年的人，那一年大家付出的爱心。921大地震到今经过20年，当年的学生啊，拢已经毕业，校长嘛已经退休。当年学校的主任，即卖是各省各校的校长，受起一步一步重建的过程，一心肝内充满感谢。感恩社会大众对我们学校的帮忙，感恩芸芸众生，再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此重新站起来的国姓国小这个学习的土地上，能够更进一步。能够将以后我们的所学
奉献给社会大众。提档了后，中间的工课拢已经告一段落。各县乡的民众除了感谢各界的爱心，也期待安尼的爱心会当继续伫各县乡扩大，行过悲伤，做伙开未来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为23度到28度。中部地区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为22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3度到32度。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法国行行看看的，感谢今日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再会。